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17，咱要对出埃及记第32章读到第3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2章，以色列人看摩西一直无落山，就拢挖去亚伦遐，甲伊讲：呾你着甲阮做神明，通甲阮带路，因为迄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甚物代志。亚伦甲因讲：恁的某、恁的囝、查某囝的金鱼钩，拢拔起来互我。人民就将因的金鱼钩拢拔落来，互亚伦。亚伦就做一个模，将遮的金仔铸做一只牛仔。人民就讲：以色列人啊，这个就是带咱出埃及的神明。亚伦看了，就伫金牛仔的面前起祭坛。伊宣布讲，明仔载是上主的节日，大家着拢来庆祝。隔日透早，人民起来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因坐地大食大啉，起来跳舞昆笑。上主对摩西讲：赶紧，你赶紧落山，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已经对了。因真紧偏离我命令因的道路，为家己织一只牛仔，甲伊跪拜献祭。佮讲以色列人，这就是带恁出埃及的神明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看这个民族真正是心硬固执，呾你着出在我要对因发大受气，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。摩西就对上主伊的上帝求情讲：上主啊，你是安怎要对你的子民发大生气？因兼毋是你用大气力、大权力的手对埃及带出来的。你兼要互埃及人讲，伊带因出去是要害因，伫山里甲因杀死。互因对地上消灭，求你回心转意，毋通对你的子民发大生气，毋通降灾祸互因。求你画记得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你捌记家己对因立誓，讲：我要互恁的后代亲像天顶的星遐多，佮将我所应允迄个地全部赏赐互恁的后代。做因永远的产业。对安尼，上主就改变心意，无将所讲的灾祸降互伊的子民。摩西活转身落山，手提两块上面有写字的石板。石板是上帝做的，界面是上帝写的，刻伫石板。约书亚一个听到人民宣话的声，就对摩西讲：田野内有烧台的声。摩西讲：这毋是太阳欢呼的声，嘛毋是太师哀叫的声，我听到的是唱歌的声。摩西行近野地，看到金牛仔，佮看到人伫跳舞，就非常生气，甲手里迄两块石板迄落山骹，石板碎去。伊阁将因做的牛仔上用火烧，研做粉，压伫水面，叫以色列人啉。摩西甲亚伦讲：这个人民是甲你安怎？你竟然互因犯遮大的罪？亚伦讲：我的主，请你莫遐尼生气。你知，这个人民决心做歹，因对我讲：你着甲我做一个神明，通甲阮带路，因为迄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甚物代志。我甲因讲，所有的金仔拢
拔落来互我。我甲金仔迄落火里，即只牛仔就出现。摩西看到人民放纵，阿伦阁出在因，直到因受对着起笑，就挖伫营地门口讲：要挖上帝这边的，就来我遮。利未人就拢聚集来伊遐。伊对利未人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逐个人摇着插刀，对即个门到迄个门，顺时专营杀死兄弟、厝边甲朋友。利未人就照摩西的话做。迄日人民受杀死的大约有3000人。摩西讲：恁将家己奉献予上主。逐个人攻击家己的囝甲兄弟，今仔日上主会赐福恁。隔日，摩西对人民讲：恁有犯重罪，现在我要上去上主遐，检查会当为恁赎罪。摩西就倒转去上主遐，讲：这个人民犯重罪，为家己做金的神像，若恳求你赦免因的罪。你若毋求你对你记录一切，甲我的名撤销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什么人得罪我，我就要对我的册撤销伊的名。但你着带这个人民去我甲你指示的所在，我的使者要甲你带路。毋过到我审判的日，我要办因的罪。上主降灾祸予人民，因为因甲阿伦做伙做金牛仔。第33章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甲你对埃及带出来人民，着对遮出发去迄个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永远要收拾因的后代的土地。我要差使者伫你的头前，要将迦南、阿摩利、迄、比利洗、希微、亚布斯遐族赶出去。恁着进入迄个老年甲密的地。毋过，我无要亲身甲恁做伙去，因为恁是心意固执的民族，才免我伫路里甲恁消灭。人民听到这个歹消息，就非常伤心，无人装塔打扮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恁是心意固执的民族，我若甲恁做伙，就是一时仔久，一定会甲恁消灭。但恁着将身躯的装饰品拔落来。我会决定要安怎对待恁。以色列人对离开何烈山以后，就将身躯的装饰品拢拔落来。摩西伫营外有遐远啊的所在搭一个布棚，伊甲即个布棚叫做会幕。所有超找上主的人，通去营外的会幕遐。摩西要去会幕遐的时，所有的人民拢起来，活伫家己布棚的门口，看摩西进入会幕。摩西入会幕的时，分条降落伫会幕的门口。上主就甲摩西讲话，所有的人民看到分条降落伫会幕的门口，就拢起来，伫逐个人的布棚门口跪拜。上主甲摩西面对面讲话，亲像人在甲朋友讲话。摩西转倒来营内的时，军队摩西的少年人论的囝约书亚无离开会幕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上主，你有交代我，着带这个人民去迄个所在。毋过，你无互我知，要派什么人甲我做伙去。你只有甲我讲，你指名警调我，搁真意爱我。你若真正意爱我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互我认捌你，通得到你的恩典，求你会记得这个民族是你的子民。上主讲：
我要亲身甲你去，互你安心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你若无要亲身甲我去，就毋通叫阮对遮上去迄个所在。阮要安怎知你有好款待我甲你的子民？减是因为你有甲阮做伙去，互我甲你的子民甲地上万族有分别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讲的这项代志，我会做，因为我喜爱你，佮指名敬调你。摩西讲：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阳光。上主讲：我要伫你的面前显示我一切的水，一切的好，佮要对你宣布上主的名。我要怜悯我爱怜悯的，体贴我爱体贴的。伊佮讲：你袂用得看我的面，因为无人会当看见我要活的。上主佮讲：你来徛踮我边仔即块石盘顶，我的阳光经过的时，我要甲你下伫石盘的旁，用我的手提甲你举着，挺互我过去。然后我要甲我的手揪转来，你就会看见我的脚趾边，毋过袂当看见我的面。第34章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拍两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，你以前摔破的石板顶面的话，我要搁写伫这两块石板顶面。明仔早起，你着准备好势，透早上西奈山，伫上悬的所在调见我，毋通有人甲你做伙来。规座山毋通有人，山骹嘛毋通有牛群、羊群伫遐食草。摩西就拍两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。摩西透早起来，照上主的吩咐，手提两块石板上西奈山。上主伫云中降临，甲摩西徛做伙，宣布上主的名。上主对摩西的面前经过，宣布讲：上主，上主，有仁慈稳定的上帝，无快受气，佮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心，持守慈爱到千万代，赦免罪孽过失甲罪过，一定袂互有罪的判罪无罪，要追究人的罪到对爸囝到囝到三四代。摩西就随时拍落涂骹敬拜，讲：主啊，我若对你得到恩典，主啊，求你甲阮做伙行。阮是诚意固执的民族，求你赦免阮的罪孽甲罪过，接纳阮做你的子民。上主讲：呾，我要甲你立约，我要伫你全体人民的面前做奇妙的事，是伫天的万族的中间，也毋捌做过的。安尼，你周围的民族就要看见上主通过你所做的事是哪里通行为。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，你着遵守。我要对你的面前赶出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甲亚布斯人，你着警醒，毋通甲你要去迄个所在的子民立约，才要因诚做害恁的罗网。你着拆毁因的祭坛，讲碎因的石条上，错断因的阿瑟拉女神的神像，毋通敬拜别个神明。因为上主是要求人专情服侍伊的上帝，无永远有别个神明甲伊比平，所以你袂用得甲迄所在的子民立约，才免因服侍因的神明惊邪人。现在互因的神明的时，你受邀请就去食因的祭物，才免互你的
后生带因的查某囝，伫因的查某囝服侍因的神明行邪淫的时，引诱你的后生做伙服侍因的神明行邪淫。你毋通为家己铸造神像，你着守度假节，照我的命令，伫阿比个所指定的日期，食无甲饼7日久，因为你伫阿比个出埃及，所有头上生的拢是我的，无论是牛、羊，头上生的公的拢是我的，头上生的驴仔，得用羊仔赎回。若无要赎回，就着讲断驴仔的羊棍。恁的大囝拢着赎回，你毋通空手来敬拜我。6日内着做工，第7日着歇困。在正收割的时，嘛着安尼。初七的小麦收成的时，着守7收割节，搁着伫年尾收垦节。恁所有的查某人着一年3摆来敬拜至高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我要对你的面前将外族人赶出去，扩展你的领土。你一年3摆来见上主你的上帝的时，一定无人会侵犯你的土地。毋通将生理的血甲有角的米做伙献互我。搬过节的祭米嘛毋通留到过早去。土地头水上好的收成，着收到上主你的上帝的厝。毋通用山羊母的奶煮伊的囝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将这的话写起来，因为我是照这的话甲你以及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甲上主伫遐40年日，无食饭，无啉水。伊将这个约的话，就是10条诫，写伫彼2块石板。摩西落西奈山的时，手提彼2块约板，因为上主有甲伊讲话，伊的面发光，毋过伊家己毋知。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到摩西，看咧伊的面发光，因就真惊，毋敢挖滚伊。摩西叫因来，阿伦甲会众的领袖则拢倒转去伊遐。摩西就甲因讲话，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活来。摩西就将上主伫西奈山对伊讲一切话，拢吩咐因。摩西甲因讲话了后，就用拍砸面。毋过，摩西入去见上主，甲上主讲话的时，面拍就褪起来。到伊出来就将上主所吩咐的甲以色列人讲。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面发光，摩西用被擦面，听候到伊入去甲上主讲话，才褪起来。第35章，摩西调集以色列全会众，对因讲：下面是上主命令恁着遵行的事。6日着做工，第7日是圣日，是献予上主的安息日，着完全歇困。老人伫即日做工，着互伊死。安息日恁逐口罩毋通起火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讲：这是上主的命令，着奉献礼物予上主。所有甘心奉献的人，拢通带礼物来献予上主，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、柚麻、山药毛，捏做红色的羊羔的皮，上顶的皮，金合番木，点点的油，制作淡薄的圣油甲
芳芳的芳料，阿美勒以及要想伫以弗得甲兄弟的保证。恁中间熬的师傅，拢着来做上主所吩咐的物件，就是会幕，包括伊的布棚甲顶面的挂，以及钩仔、棒、怀弓、挑有孙空会做约柜甲伊的弓，约柜的挂甲亚伊的张犁，摆献祭的饼的桌甲伊的弓，桌顶的器具甲献祭的饼，灯台甲伊的器具，灯纸甲灯油，香坛甲伊的罐，淡薄的圣油甲芳的香料，会幕的门帘，烧化祭的祭坛甲伊动的网仔，祭坛的罐甲坛所有的器具，洗顿的盆甲盆座，鼎的张犁甲伊的挑有孙空会做甲鼎的门帘，会幕甲鼎的旗仔甲锁仔，以及右工做的礼服，就是祭司阿伦伫圣所穿来服侍的圣的礼服，甲伊的囝做祭司伫穿的礼服。以色列全会众对摩西的面前出去，所有受感动、心欢喜的人，拢带礼物来献给上主。这礼物通用来做会幕逐种的器具甲圣的礼服。所有甘心奉献的查某人甲妇人人，拢将金器，就是胸前的品尖耳钩，做囡仔的手指、手环摕来，以后咧做礼物献给上主。囡仔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洗柚麻、山药丸，捏做红色的羊角的皮，甲上好的皮，嘛拢摕来。所有会当奉献银甲人的人，拢带来做礼物献给上主。所有金合环木通做逐款露营的，嘛拢带来。手艺真熬的妇女，将亲手捧的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洗甲柚麻拢摕来。手艺真好，深受感动的妇女就捧山药丸。遐领袖嘛将会当想伫以弗得甲兄弟的阿美勒甲逐种宝石摕来，因搁将油甲香料带来做灯油甲汤抹的圣油，以及香香。为着上主吩咐摩西所着做的工，所有受感动欢喜的以色列人，无论男女，拢将礼物带来献给上主。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：上主已经对犹大支族经宣予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，佮用上帝的神甲伊充满，予伊有智慧、聪明甲知识，熬做逐款的工艺，熬设计图案，用金、银、铜做物件，佮熬刻马上的宝石，熬用木材刻逐款工艺品。上主佮予伊甲但支族阿西撒末的囝阿和利阿伯得到才能，通传授才艺。这个人，上主将智慧充满因，予因画做逐款的工艺，无论是雕刻、图案设计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柚麻、刺绣编织，因真熬做工艺，嘛真熬设计图案。第36章。
比萨勒甲阿和利阿伯以及所有得着上主手术因智慧聪明，互因知安怎去做圣所逐款工程的师傅，拢照上主命令以内去做。摩西调集比萨勒、阿和利阿伯，甲所有受感动、得到上主手术因智慧、欢喜来做工的师傅。因对摩西摕以色列人为着去做圣所所恨的礼物，人民逐早起继续将甘心奉献的礼物带来予摩西，所以遐个到去做圣所的师傅，拢暂停因原来的功课，来对摩西讲，人民奉献的礼物非常多，超过上主命令要去做的工程所得用的。对安尼，摩西下令，因就伫专业宣布讲，无论男女，拢毋通搁为着圣所的工程奉献礼物。安尼，人民才无搁奉献，因奉献的材料已经有够做所有的工程搁有剩。因中间所有熬的师傅用十目的布做会幕，这个布是用烧过的柚麻、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洗一个，顶面搁用真油的手炉手记录笔，每目布长12公尺，宽2公尺，逐目的寸尺拢相款。因将5目布接做一组，另外5目嘛安尼，搁伫逐组上小接的布，落尾迄目的边仔做蓝色的纽环。因伫即组布做50个纽环，伫第二组布落尾迄目的边仔嘛做50个纽环。两组的纽环拢两个相对。因搁做50个金钩仔，用钩仔将两组布连做伙，成做一个会幕。因用山羊毛这11目丈做嵌会幕的布棚，每目丈长13公尺，宽2公尺，11目的寸尺拢相款。因将5目丈连做一组，另外6目嘛连做一组。伫逐组相接的丈落尾迄目的边仔做50个纽环，因搁做50个重的钩仔，互布棚连做一个。因搁用捏做红色的羊角的皮嵌布棚，搁用上好的皮嵌伫上顶面。因用金合环木做会幕的壁棚。壁棚长4公尺，宽66公分。大底棚有2个榫通相接。会幕所有的棚拢照安尼做。南边的壁棚做20块，这20块棚的下面做40个银的座。大底棚的下面有2个孔通倒因的榫。会幕的第二面就是北边。嘛做20块壁棚，甲40个银的座。大底棚的下面有2个孔。会幕的后面就是西边，做内底棚。会幕后面的角头做两底棚，下面踢开，顶面3人直到顶面第一个环，两边拢是安尼。要做角头的路用，有8底棚。甲16个银的座，大底棚的下面有2个榫孔，因用金合环木做环拱，南边甲北边各5支。会幕的后面就是西边，嘛5支。壁棚对中迄支环拱，对即头通到迄头。壁棚用金包的。搁做金环通套环拱，环拱嘛用金包，因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
洗甲扫过的幼麻即张梨，即个张梨用真油的手炉手记录白，引用金合欢木做四支条，用金包地，搁有金钩仔条斗伫四个有笋空的云的座顶面，因搁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洗甲扫过的幼麻，用赤绣的手炉做桧木的门梨，因做5支条，条有钩仔吊门梨，条斗甲环关用金包地。迄5个有笋空的座是铜的。咱今仔日读的圣经节伫出埃及记第32章到第36章。